空气品质是一些现在国民非常关心的议题，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当初的构想是想说，要用什么方式去呈现一个最简单的看板，让民众可以直接看到灯号，可以了解现况的空气，可以做一些防护。它具有很高的延展性，它可以额外再加装很多摄影机或者是5G 之类的相关的应用设备。如果再配合一些影像的软体、识别的软体或者一些价值应用的东西的话，它其实就可以让单一个元件发挥更多的作用。那以这样来看的话，不论是在安全控制这个部分，或者是在一些车流、人流的统计或一些数据上的一些收集的部分，它就会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数据支点。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我们附近都是像南山公墓，时常就有在烧那个野草。我只要觉得那个一出门的时候啊，然后就要开始看看现在的那个是不是对这样子的，所以它对我的帮助上面确实是蛮大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空气品质指数近年来备受市民关注，而如果可以透过科技，在家提前知道今天外面的空气品质如何，就可以提前进行预防。台南市南区大中里透过市府研考会制发中心与电信业者合作，打造一个多功能户外显示板，是台南市首创哦。上面提供了 PM2.5 及温度等资讯，让里民一目了然。未来也会导入车牌辨识及火焰侦测等 AI 辨识系统，让里长与警方在治安管理上面更加便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研考会制发中心林主任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智慧发展中心的主任林一壮。我们这个计划呢，是由市府的研考会来媒合南区的区长，还有大中里的里长，跟远传电信，还有我们台南在地的创新业者呢，来共同在我们大中里呢来进行一个空气品质智慧化的实证计划。那主要是结合物联网的概念，那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让里民跟市民呢能够取得最新的空气品质的一个状况。除了提供 PM2.5 温度之外呢，那我们也提供免费的一个无线网络 WiFi 的一个分享。周遭的里内监视画面呢，也可以透过 App 来观看譬如说开放给警察局或者是里长来获得最及时的一个资讯。目前呢，我们预计11月也可以再推广到南区区公所、竹溪里跟喜树图书馆这3个地方。那么未来呢，也会规划结合 AI 5G 的技术来做车牌的辨识或是火焰侦测等功能，那为社区的里民来做安全把关，那也促成这个产业的一个创新。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11月24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住喺安南區的原住民家庭，厝內經濟本來就無好，現在因為大漢查某囝患着甲狀腺風暴，經過葉克膜搶救才救回一條性命，後續需要面臨大筆的醫療負擔。對此，議長郭信良特別前往厝內關心，遞贈慰問金，希望幫助因先渡過難關。議長郭信良上午伫議會仁愛大里李忠誠安南區區長以及市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委甲社會局等儕民代關心，來到安南區7號被列為中低收入的原住民家庭，一家7口雖然對阿公阿嬷到爸爸媽媽攏有食頭路，不過現在因為查某囝對日前車禍到經歷甲狀腺風暴，按鬼門關前救回來。後續需要長期復健加就業的危機。這部分來講的話，可能就是說，因為復健來講的話，可能就是一條比較漫長的一條路啦。後續的話，我們也是要看就是醫生那邊他的一個評估之後，我們才有辦法了解，就是說他的一個情況是怎樣啊。目前來講的話，他的右手的部分，他是處於一個比較無力的一個狀態之下，就是說。他沒辦法握，然後他的食指沒有辦法彎曲了，那再來就是說復健的話，然後他能夠恢復到原本的功能的幾成，其實這個
我们也不晓得。嘿，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他在行走方面的话，他的那个比较缓慢，嘿，所以也是要评估。会长阿公虽然一直讲小事落输当中，不过议长郭信良亲自递荐5万块慰问金加摊仔，希望先渡过感情的难关，嘛互因知影社会关心加温暖。除了台南市议会来慰问以外，那我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局呢，这个科长呢能够根据他的状况以及他的情形呢，做个适当的处置，让这个该户呢、该员呢能够感觉到我们市府和社会的关心与温暖，让他们能够快一点恢复身体的健康，能够重返这个社会对这个工作岗位上能够自给自足。那需要一些协助的地方呢，我也是让区公所和社会局呢能够共同来努力这一点。那客委会呢也希望能够多多关注该员，例如呢加以辅导，而且能够加以帮助的一个对象。社区会后表示，已经为该户申请救助金，嘛协助因来申请为低收入户，会当提高医疗补助。但新闻根据林根采访报道。因为中央大厦女大学生的不幸事件，嘛，互女性暗时出入的问题必须各界关心。日前，立新基金会发起终止性别暴力游行，并响应25号国际终止妇女受暴力。对此，吴市长嘛答应亲自来参与，宣示守护台南的决心。由立新基金会甲其他的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终止性别暴力的游行。希望唤起社会对女性所面对的问题的关心。接下来也伫25号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进前，举办我要夜行权的记者会。会长市长王伟霆甲侪位的民代以及民间团体的代表也拢共同参与，象征保护社会安全的决心。我们觉得其实当然是台南市发生了，是先前发生长荣大学女大生的一个晚上回去的时候发生命案，这点我们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那我相信，联合国终止妇女受暴日是11月25日，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活动中，其实台湾要成为一个让性别能够更平等、更平权的国家，台南市要成为一个安全的都市，我们都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今天不仅是妇女，其实任何一个市民，我们都是同样的珍视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说，在社会安全上，在治安上，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个努力来打造一个安全的城市，对妇女友善的城市，对弱势友善的城市，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目标。会长立新基金会也将因调查的路顶袂光的所在资料交予市长。市长也表示，会甲市府的资料做整理，并尽速来完成后续的工作。市府接这个点亮偏乡的计划，也在2个礼拜前就启动了。那我们37区37个行政区同步进行，同步盘点，盘点出相关的，包括欠缺这个路灯或路灯照明需要改善的，或者是这个治安热点的一些死角。需要赶快建置这个监视器系统的，还有要加强警力巡逻见警率的，还有要希望警力跟巡守队能够配合，跟校方配合的校园安全，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学校都一起动起来，包括本来台南市府所辖的国中小，还有非台南市府所辖的国立高中职，还有私立高中职，还有大学这些部分。我们不是登点了，这个被推一把走一步，我们应该要更积极的面对。我想这个钟同学的不幸，这个敲醒了我们许多该注意而未注意的地方。这一点也谢谢各位议员，还有所有的我们社会公民团体，还有关心妇女人身安全的。各位老师，大家的努力，我希望期待我们透过这个努力，能够让台南市可以更安全。市长也强调，欢迎市民朋友多多运用1999的市民专线甲线顶的服务系统等管道来反映需求，
互市府甲民间团体以及市民做伙打造一个安全幸福的城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的牛肉是全台湾出名，其中生化就是牛肉重要的产地。农局为了宣传咱优质的肉品，结合生化农会，将伫29号办活动促销。24号上午，市长提前办记者会，邀请全国民众拢来台南品尝在地牛肉的好滋味。为了推广台南生化地区的牛肉，生化区农会也将要伫29号伫生化牛墟举办行销活动。同时结合生化的农特产品互麻共同来行销。24号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王美婷甲侪位议员也拢亲自出席宣传，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来品尝生化地区优质的肉品。那上化的牛肉已经是远近驰名了。过去清汤牛肉面，和清汤牛肉汤，其实都已经非常让全台湾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很喜欢。尤其最重要的是，这上化牛肉绝对没有含莱克多巴胺。这是完全完胜美国或是外国进口牛肉的，所以说很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喜欢吃牛肉的朋友，可以看到我旁边满桌的牛肉佳肴，都是适合大家来品尝的。牛肉的料理很多元，牛肉吃法也很多，从牛排西方的牛排到东方的这个中式的这个所谓的牛肉面、牛肉汤，牛柳全身牛的很多部分、很多部位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咱非常欢喜吼，阮生化农会会当来主办这种台湾牛就是推广行销活动，然后紧接着29号哈，也是在我们胡麻节的地点后面广场举办这个台湾牛。我们当天可以吃得到温体牛、清烫牛肉汤，还有牛肉羹。那50块的铜板马上换折价券。可以到外面青农消费，也可以到我们里面农会的产品都可以来购买哈。阮非常欢喜，阮顶改上星期2天的胡麻活动哈，我们行销了2天，大约卖了将近150万所以哈，我希望我们那个29号的牛肉节哈，也可以共创佳绩啦。会长也特别邀请生化知名的总铺师用牛的无同部位准备10道的料理，并由着总铺师向民众介绍涮牛肉的技巧甲重点。29号东港也有相关的料理会使品尝。那这一道菜是稻草西施牛，那我们利用稻草把牛小排混起来，然后下去卤制，然后卤制完之后，我们等下会泼那个酒上去，然后点火，让它燃烧一下。最后把酱汁淋下去之后，它那个牛肉就会有焦香的味道，会更加的好吃。温体牛，因为它是现宰的，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清甜，然后比较软嫩。那最好吃的方法就是清烫之后，大概下去1秒、2秒、3秒，然后就直接入口。那牛肉还带有粉红色，那这个时候入口是最软嫩的，那也是最甘甜的这样子。今年以着做伙来食饭为主题，结合传统的板道文化，东港也会准备限量的餐券，让消费者会使使用餐券来食牛肉以外，也会使伫现场的市集甲销售馆消费。另外，也有安排闯关游戏、甲青农市集以及厨艺小教室等精彩的活动，市民朋友嘛千万莫错过。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每当11月就是开征地价税时间，但市财政税务局都来提醒民众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截止。今年的缴纳管道嘛求新求变，都来现有的金融机构、网络、超商甲行动支付以外，经推出 T-Fido App， 互缴税免出门，得当轻松完成。11月份开征的109年地价税缴纳期限到11月30日。所以财税局特别呼吁民众爱伫咧期限内完成缴纳，避免产生滞纳金。另外，为了便利民众缴税，除了原有的金融机构以及4大超商甲手机支付以外，另外还有上新的 T-Fido App， 通好选择缴税管道非常的多。109的地价税已经从11月1号到已经开征了，然后缴纳期间是11月1号到10月30，因为已经快要到缴纳期限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跟民众来讲说，如果还没缴纳的话，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有管道来要怎么来缴纳。当然我们可以就是最传统的可以到那个金融机构来缴纳，或者是到便利超商来缴纳。当然我们也透过网际网路
就是透过信用卡或是晶片金融卡或是活期存款储蓄账户，只要你扫描那个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可以来缴纳。当然，我们还有最新的1花新招，就是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线上查缴税，利用在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的平台，然后我们用过自然人凭证或是工商凭证，或是用最新的就是台湾行动身份识别的台湾怀斗，这样子的话来做一个线上的查或缴，然后不用税单。财税局提醒，今年地价税缴纳期限到月底，超过期限第3天就要被加收滞纳金。税单放无去，嘛会当利用各地多功能税务机台补单，也则是会当利用税务入口网站线顶查税务。依化缴税最便利，云端发票最给力。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希望这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过去政府证明的宣导拢较固定无变化，不过为了达到效果，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今年首次用微电影比赛方式来竞选，这次宣导分开风制，而且正式举办颁奖典礼，场面相当盛大。颁奖典礼由青年舞团热情的舞蹈来开场，嘛向前现在分开风制加改分的宣导，一定要打击少年人。用因的语言甲创意来教育宣导，所以今年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摆脱传统，透过微电影生动活泼的方式来竞选，吸引真侪学生积极参与。这届总共20支影片入选，竞争激烈。最后由郑启伟将分当作因了一部90分钟的作品，摕下首奖甲最佳人气奖。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自8月开始举办防治烟品税捐逃漏暨拒私烟秀创意非你莫属影片征件比赛，鼓励大家来发挥创意，以拒私烟为主题来拍摄短片，透过镜头来传达防治烟品税捐逃漏或者是吸烟有害健康的理念，进而让民众了解烟品税捐的常识。本次活动参赛的作品类型非常的多元，有剧情故事、纪录片、动画片等风格，内容或丰富、或搞笑、或发人深省，展现出知性、感性以及创意性。这摆得奖的作品表现精彩，而且有剧情、有红仔戏，也有动画等多元的变化，特别是看见一个大学生的投镜，创意无限。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都要提醒民众对分害认识，颁奖会中嘛教大家如何分别无合法的粉品，好有减低涉嫌得漏税观念，期待达到正面效果。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国税局用微电影来宣导分害，台南市环保局为了感谢记者检测人员的辛劳，嘛特别起了一支微电影。
多提醒民众机车定期检验的重要性，嘛要互大家看见因专业的精神。台南市大约有90万辆机车需要定检，这庞大数量拢有赖机车检验站师傅的把关，才有法度消化这个数字。环保局为了感谢全市314间机车检验站766名检测人员的默默付出，有效改善高污染机车，特别制作人要健检、机车要定检微电影，让民众了解定检人员为了提升空气品质的真实工作状况。我们拍微电影，其实定检站都有它的甘苦谈啦，我们从整个我们的定检站里面，我们听到有一些蛮有趣的故事啊，蛮温馨的故事啊，还有遇到一些对定检不是很认识的一个机车主他对定检站的期许可能跟法规有些落差，我们透过这些的大家的一些故事来分享，我们有一个默默在坚守环保的这些工作的定检站的不管是老板还是定检站的人员，他们一直在默默的付出。微电影内底的剧情，拢是处在定检站真实事件所改编而成的。所有的艰苦谈，其实拢是为着咱的空气品质所做的努力。环保局嘛呼吁民众爱落实机车定检，呼吁大家是属于机车主的，要落实定期检验。那出厂5年之后的行照的前后1个月都要务必到定检站去检验，那来确保我们的行车的空气品质，也维护大家在行车的时候的健康。落实定检跟维修，可以把你的车子的性能会提升，不合格率从18%降到5%。这个部分可能就呼吁我们所有的台南市的机车主的车主能落实定检。台南市伫去年总共有73万辆机车完成排气检验，道检率更是连续9档摕下6度第一。会有这个好成绩，除了有市民的配合定检，共同维护空气品质，嘛要感谢定检人员辛劳工课，才有这项好成绩。环保局嘛欢迎市民伫 YouTube 搜寻“人要健检，机车要定检”微电影，做伙来了解机车定检人员伫工课上的酸甜苦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唔知你暗棍到熊熊捕一粒水球同款的物件，地处卫生表示，这就可能是甲状腺的水泡，伫过去拢是用开刀，不过其实注理酒精疗法嘛同款有效果，提供患者另外一种选择。根据基美新陈代谢科医生表示，这款甲状腺囊肿俗称甲状腺水泡，通常因为体质的关系突然间爆出来，以良性为主。不过因为像水球同款细的暗管，不只影响外观，患者嘛做烦恼。地处医生表示，过去拢是用开刀，不过其实伫超音波引导，透过酒精注射的疗法，无需要住院，嘛是另外一种选择。甲状腺的良性的囊肿，大部分就是选择开刀。那其实近几年来，就是国外呢，它有一个新的选项。那这个治疗方式其实已经非常久了，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第一次。那最近的话，这几年的话，他们又开始比较多人选择这样的治疗，就是局部的治疗，那不用进开刀房，不用全身麻醉，也不用插管，这样子，就是在门诊手术当天，如果没有特别不舒服的话，就可以回家。虽然该治疗是门诊手术，不过嘛受风险，而且至少需要2摆疗程，避免搁再压起来。加上对酒精过敏的人就无适合，所以治疗进程也是需要医生详细评估。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以上就是11月20日中间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